请台湾看世界，来看这个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来运作。这嘛是欧洲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立陶宛的国父高龄89岁了，亲身到场来祝贺。那美国的总统拜登后个月将要来召开到第一届线顶民主峰会。美国在台协会 AIT 讲，相信台湾会当伫峰会针对着对抗威权政体、打击着贪污、推动人权等等来做出着贡献。这等于是间接来证实讲，台湾将会互邀请来参加。美国总统拜登会伫12月开第一届线顶民主峰会。美国在台协会讲，美国相信台湾作为领先民主政体，会使伫12月初9、初10举行的线顶民主峰会，针对抗威权政体、推动海内外人权等目标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嘛等于是证实台湾有需邀请。我们政府被要求，这个先保持低调，参与的人啊，然后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我相信应该都会有好的规划。希望台湾扮演更大的角色，那么这一点我们当然要正面予以肯定。但是现在蔡英文总统是不是能够亲自来出席参加？我认为还言之过早。有第3届台美印太民主地理咨询会议15号嘛伫华府召开，外交部政务次长詹厚仁带团参加。台湾徛伫对抗威权体制上前线，伫守护全球民主的工作扮演重要角色。AIT 嘛讲，美台双方就后一个年度的相关承诺进行讨论，包括支持开放和透明治理，反制不实资讯对民主体制的威胁等等。另外一边，东欧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已经伫昨成立来真济在地官员。除了立陶宛经济和创新部长阿尔莫奈特表示，阮真欢喜即天来呀。高龄89岁立陶宛国父维陶塔斯兰斯伯基斯嘛亲身到现场见证头一个以台湾为名的欧洲外馆挂牌运作。无论是欧洲或者是美国，台湾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伫中国的打压拍拼争取国际空间。